姐，这几天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我们找你找的好辛苦啊。大姐人呢？其实那一天在海边。你在海边见到的蒙面人？他是二妹三妹，大姐，你们两个可回来了。大姐，这话该我问你才对吧？这些天你跑哪里去了？哎呀，我去哪儿有什么关系啊？最重要的是赶得回来参加皇帝的婚礼。啊，对了，我呢做了一些甜点，准备明天宴客之用，你们尝尝好不好吃？来。原来大姐早就回来了，看来真的是我看错了，还好刚才没来得及说出来。来呀，你们尝一尝。好不好吃啊？啊，对了，新娘子接到了吗？人呢？把她安排在哪个宫了？你们俩怎么了？二弟他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？再这样下去，弟妹不闷死也会饿死的。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可担当不起这个责任呐。怎么会没有动静呢？会不会真死了？哎呀，这里怎么会有个袋子呢？里面到底是什么来着？有没有人呢？有没有人？明明是一个男人，干嘛装女人的声音？这个人太狡猾了，一定要小心啊！好，你装女人，我也装啊。是啊，有人啊！果然没死。不过这声音太难听了，二弟怎么会看上一个宫娥嗓呢？啊，原来是位姑娘啊！我听你的声音在里面，没什么事吧？你怎么会在里面呢？我本来是被送往婆家去的，可是不知怎么的，路上被人装进了袋子里。大妈，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可不可以放我出去啊？好啊，我试试啊。哎呦，打不开呀，姑娘，这个袋子打不开呀！哎呦，打不开，分明是在骗我。怎么会呢？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袋子吗？啊，姑娘啊，这个真的不是普通的袋子啊！啊，姑娘啊，你在里面有没有感觉呼吸很困难呢？还好啦。那饿不饿呀？我都这样了，还会饿吗？也还行啦。哇，还是女人够能耐，难怪说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掉到荒野里，男人一定比女人死得快。不饿就好，那就等二弟回来处理算了。大妈，麻烦你再帮我找一找，一定会有口的，怎么会没口呢？哎呀，我不是不帮你呀，是真的帮不了啊！大妈，求求你了，哎，你看看周围有没有刀啊？帮我割开来看看啊！刀？哦，不能再跟他纠缠了，不然一不小心露出马脚，二弟会怪罪于我的，那就不好。哎呀，我身上真的没带刀哦！啊，你等我出去找找看有没有刀啊！我找到刀就回来救你。我走了啊，再见。大妈，你别走啊，大妈！走喽！你还真的走啊，大妈！哎呦，你真的走远了吗？大妈！
还等着我带天阴神水回去救他们呢，怎么办啊？你为了这些破聘礼，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嫁到一个她不喜欢、陌生、冰冷又一去不回的地方，你认罪吗？你不认。你身为一国之主，在外人面前居然做出令人发指、贪婪、卑劣的行为，丢尽我们东海的脸面，你认不认罪啊？我认，我认。你竟然把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泱泱大海、辉煌盛世，败坏到现在的山穷水尽、民不聊生，你治国无道、无能又无才，你认不认罪？认。你怕阴谋被揭穿，不惜狠手杀害自己亲生女儿，抛弃寒冰洞，你认不认罪？自己的女儿？谁呀？你还想抵赖？我有人证物证，由不得你抵赖。不是，哎，老大嫁了，老三刚走，你是说老二？不然还有谁啊？来人呐！在。龙王全都招了，拿下！是。慢着，慢着，慢着！老二死了？你还装呢你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哎呀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是谁害的他啊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呀！快看看看看，我瘦了没？瘦了没？瘦了，而且瘦了不少呢。真的啊？那是我瘦还是小妹瘦啊？这当然是二公主你瘦了。真的啊？太好了，我终于比小妹瘦了。人呢？人呢？在哪里？把老二给我找出来！要是魔后知道我用她的震撼机，她一定会把我给杀了。说我不在啊！滚滚滚滚滚滚！二公主呢？我问你们，二公主呢？你怎么可以跑到我的震撼机里面去了呢？你快点滚出来，别把我的震撼机搞坏了！你看看，他没死吧？你为什么说我杀他呢？怎么没死啊？啊，差点冻死在寒冰洞里，是我跟老三把他给救出来的。你快点给我出来，告诉你父王，他怎么弄死你的。老二，你给我出来！我不出来，我要出来就被父王打死了，我才不出来。别怕，有娘在。哼，谅你父王也不敢再下毒手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又没杀他。哎，老二，你赶快出来，不然你死在里边，我让那个贝壳给你做棺材；要不然的话，我把你抬出来，让人给你炸了。慢着，谁敢动我的震撼机，我就跟他没完。哎，哎呀呀，别吵了，我出来就是了。老二，告诉你母后，父王什么时候杀过你啊？别怕，你娘现在手握兵权，谅他也不敢动你一根汗毛。哎，你这个人真……你说，告诉他，赶快说。说，有话就说，尽量的说，快点说。父王没杀我。啊？听到了吧？我没有杀他。那你怎么会被关在寒冰洞里？是谁锁的你？我自己。你自己啊？为什么？那天我怕被父王发现我跟踪他，然后怪罪我，一不小心躲到寒冰洞，可没想到温度实在太低了，就把自己给冻僵了。是吗？
你就那么怕他？哎呀，我不是怕他，我是怕公龟。公龟？公龟？好，我从头跟你们说起吧。那天呢，不是父王不让我嫁去南海吗？然后我就不甘心，我就恨呢，我就拿着一把刀，找父王理论，然后我就跟着他。我无意中发现，父王没有直接回卧室，而是往龙泉洞去了。我正想叫他的时候，门已经打开了，我就跟了过去。我记得父王从小警告我们，除了龙王，谁都不能进入龙泉洞，更不许偷看泉眼。我那时心里特别好奇，于是就躲在门边，想看看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。没想到我看见了。你看见了？我看见了。看见什么了？不能说。一定得说。听父王的，不能说。听母后的，一定要说。我告诉你，这事关东海的生死存亡，再不说的话，我们这个家就散了。说。我看见父王他不能说，不能说，说，不能说。你们烦不烦呢？我看见父王他哭了。都叫你不要说了吧？哭了。你哭什么呀？母后，泉眼好像坏了。一会儿有水，一会儿没水的。父王看着泉眼就哭了。父王，你是不是担心泉眼坏了，咱家就没水了，所以就急哭了？不是担心，是已经。已经？泉眼已经坏了。本来不想告诉你们，就是怕你们慌了。龙王逼着三公主嫁到南海，就是为了泉水。三姑娘，父王让你受委屈了。怎么办啊？拿不到天一神水回去，我们家就完了，所有的老百姓也都完了，可能以后都见不到他们了。怎么办啊？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我一定要想办法爬出去。可能会遇到好心人救了我，总会有一线生机的。是门槛。这样说的话，我已经在门边了，爬一下就出去了。你啊！哎呦，这样滚也不是办法。如果滚到悬崖边掉下去，就死了，还怎么救他们啊？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？怎么办才好啊，父王？父王啊！我说真的，这二弟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二弟该不会失手被擒了吧？那他怎么办啊？哎呦，姑娘，你还在呢？我找不到刀。哎，为什么你躺在地上了？啊，你没事吧？大妈，大妈，你回来了！难道她真是个路过的大妈？那绑我的人去哪儿了？哎呀，别管了，出去再说。
大妈，快点救我！我怎么救你啊？大妈，我想问你，这里靠不靠海啊？反正不远呢。那就麻烦你送我到海边去，到了那边我就有办法了。哦，为什么呀？实不相瞒，我这次是要嫁到南海去的。南海？是啊，而且刻不容缓，时机一过，去了也没用了。大妈，我求你了，马上送我去南海，把我扔进海里就没事了。可是你真的想嫁过去吗？因为这对我来说是唯一的生路。有那么严重啊？怎么感觉你连新郎都没有见过呢？他们家有我梦寐以求的东西。哦，那你以前有没有爱过其他人呢？有爱过，不过为了我的家人，爱情已经不是我第一个需要考虑的了。你家到底有什么困难呢？反正，如果我不嫁到南海，我全家人都会死。哦，大妈，我求求你了，送我去南海，救回我们族人的性命，求你了，大妈。二弟，如果她真的变心了，那你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那就完璧归赵，送她回婆家喽。二弟，你生死未卜，弟妹又身负全族人的性命，看来也只能这样了。哎呀，这下怎么办呢？你们说，这下该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新娘子都被你们弄丢了，你叫我怎么向死去的父王交代呀？哎呀，真是的！谁想到会有人来抢新娘子呀？我估计是那个东海龙王干的。要不我们去趟东海去找他要人？哎，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，你要什么人啊？别忘了，咱们父王跟东海是世交，情同兄弟。咱们要是对他采取不信任的态度，到时候一旦反目成仇，你叫我怎么向死去的父王交代啊？那不如……哎，没错，事到如今，不如拉倒。拉倒？是啊，不然还能怎么样？去哪儿找个新娘跟皇帝结婚啊？可是……我知道你担心东海那边要是知道了三公主失踪，肯定追究。这你大可放心，我明天亲自去跑一趟。跟他们说，三公主住在我们家很适应，跟皇帝相处的也特别好，短期内都不会回去了。哎，皇帝那边好办啊，我一会儿就跟他解释，说这个三公主啊人品有问题，我们不娶了。太好了，大姐，皇帝一向最听你的，你的话他应该能信的。那事情就这么定了。喂，这些天你们也辛苦了，回屋休息吧啊，去吧去吧。好。三位公主，哎呦，奇迹呀！什么事啊？这么大惊小怪的？太子妃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有人把太子妃送回来了。不可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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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不是说他把人带来了吗？人呢？他说在袋子里面呢。袋子里啊？袋子？啊，没错啊，在袋子里。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，这个猪头怎么会把他送来？哎呀，真是前功尽弃。哎呀，这袋子有点奇怪，怎么也打不开，所以啊，我才叫你们来。我们进去再说。你也来？哎呀，你这个女人说话怎么一点礼貌都不懂啊？我就不去呀，反正人已经到你们手上了，我功德圆满，后会无期。哎，你别急呀，
你千里迢迢把太子妃给我们送回来，那就是我们的大恩人呐。里边备了酒水跟点心，聊表寸心嘛。啊，来，点心，也好，一会儿还得赶去救小龙女，吃完再走，省事儿。绝不能让朱天帅看到我，不然就穿帮了。去试试看。好，我给你们一个面子，走。走。来，放这儿啊！哇，怎么东海龙宫和这个龙宫相差那么远啊？难怪弟妹说这里有她梦寐以求的东西，巴不得立即赶到这里来。二弟，我看你没戏喽。喂，丞相，你不是说有酒水还有点心吗？还不赶快拿过来，我吃完还得赶路呢。等几位公主验明了，确实是太子妃，酒水和点心立马就上来。还要等你们验明正身呢。哎，算了，我不吃了，我赶时间走了。哎呀，别急啊！南海龙宫岂是你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的？哎呀，你这什么态度啊你？我好心把人送过来，你居然这样跟我讲话，连句谢谢都没有。我们还没有见到真人呢，谁知道你说的是真还是假？什么还想打架啊？来打！哎呀，我二姐是说把这个打开。大姐呢？丞相啊，去把大姐找来。别找了，我来了。姐，你干嘛？杜公主，你这脸也发黑，嘴唇发紫，你这是病了呀！快，穿太医！喂，不用找了，太迟了。我以前也见过一个人，临死之前就是这个样子。哎呦，我想不用找太医了，为他准备后事吧。反正认不出来我就行。哎呀，我说你们真是乡巴佬啊！这是凡间今年最新的彩妆，我准备明天出席婚礼时用的。真的耶！好，越看越好看。一会儿帮我画一个。没问题呀。对了，太子妃呢？在里面。在里面？怎么会这样？别问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反正呢，你们自己想办法打开喽。我来。喂，你干什么？你这样会打死人的。二妹，那边有个拉绳。呀，我找了那么久，怎么没发现这有拉绳呢？你们，猪哥哥，小龙女，他们怎么会认识啊？小龙女，我想你想得好苦啊！我也是啊，我没有一刻不在想你啊。我明白了，东海三公主就是朱天帅口中的龙妹妹，这么巧。喂，这可是我们南海太子妃，你也敢冒犯啊？你想死啊？什么？她是我老婆。小龙女，别理他们，我们走。不能走，我还有任务在身呢。你怎么了？猪哥哥，我不能走。你说什么啊？我说，你先走吧，我不走。还开什么玩笑啊？他们是很认真的，咱们得赶紧想办法脱身呐！快走！我不是开玩笑的，我也是认真的。你，这里有我梦寐以求的人，你忘了我吧？不会的，你不是这种人呐！我根本就是个贪图如花富贵的女人，我根本不想跟着你过平平淡淡的日子。猪哥哥，你别理我了，你走吧。我不知道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！一句话，你不走我不走。没有你，我做人有什么意义啊？要死就一起死在这里。三妹啊，我看算了，本来就以为三公主丢了，干脆放他们走吧。那怎么行啊？不行，不行！好不容易失而复得，不可以放他们走。是啊，这怎么对得起龙王的在天之灵啊？打他，把他打出去！
猪哥哥！什么时候举行婚礼？明天明天，能不能快一点？还要再快？难道你今天晚上就想和我弟弟成亲？哎呀，我这还是头一次看见这么心急火燎的新娘子，也不害臊。哼，就是嘛。看来他是心甘情愿嫁过来的，枉费朱天帅对他的一片真心。唉。标志，我们南海的标志。大姐，这是你绑架三公主的？是你？小龙女，小龙女，你快点回来呀！小龙女，你回来！小龙女，小龙女，小龙女啊！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什么哥哥？我不认识你，你走啊！小龙女，是我二弟蓝都二啊。蓝度？你怎么扮女人呢？你不是男人吗？你们带他回宫休息吧。是。然后呢？然后该干嘛干嘛。反正明天你们成亲以后，就是我们南海的太子妃了。到时候整个后宫都归你管。归我管？那这里就是我说了算，想拿什么就拿什么，太好了。看你高兴的那个样子，你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。这宫里上上下下几万人，要照顾他们的起居生活，还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有点小差错的话，你随时都可能人头落地。到时候啊，你太子妃的生涯可就完了。哼，反正我也没有想过做很长时间。当然，我一定竭尽所能，做到最好，会令两位姐姐满意的。我先走了。怎么看他都不顺眼。就是嘛。你真的是女人。我都说了100遍了，我是女人，100%的女人。可是我怎么看你都不像。那我像什么？你长得就像我二弟。我是你二弟啊，不过我真身是一个女人，你明白吗？那你为什么要装我二弟啊？我没假装你的二弟啊，我只是假扮了一个男人跟你结拜，其实我的真身是一个女人。所有都是误会，我没有存心骗你。哥哥，这样你听懂了吗？懂，感觉有点道理。那到底是我二弟假扮了南海公主，还是南海公主假扮了我二弟啊？哎呀，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啊？我是一个女人，我是南海的赌公主，从小住在龙宫，深得宠爱。直到我做错了一件事，大家都不再喜欢我，厌弃我。为了忘记我的悲伤，我爱上了赌钱，经常偷偷离开龙宫，流连赌场。然后遇见了我是吧？嗯。然后跟我结拜。嗯。然后让我去帮你抢新娘。嗯。然后我就把我自己的老婆送去南海给别人当老婆去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整我呀？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猪哥哥，我好想你啊！你一定很伤心。其实我的心情要比你难受100倍啊！谁叫我们家出事了，又来不及向你解释。不过，我答应你，只要完成这次任务，我一定马上去找你。
糟了，刚才那些话会不会被听到？啊，你这里做什么？哎，你来的正好。有没有看到一个人，一个小孩子路过？什么人？刚才在我房间里头有一个小孩子拿石子来扔我。什么小孩？这里没有小孩啊！不是的，就是小孩子的声音，我没听错的。没呀，你快！哎呀，回去！不是，回去。怎么还不睡啊？睡不着。再学我打你啊！行了，就知道打人。谁让你惹他？好玩嘛，反正没人陪我玩。下次不许。这个也不许，那个也不许。不许就是不许。不玩就不玩喽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哼！你还我老婆，还我小龙女啊！喂，你为什么不反抗啊？我这个人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我死有余辜嘛。哥哥，是我把你老婆给害了，是我破坏了你的终身幸福，插死我吧，就当替你的老婆报仇了。来啊，插死我，插死我！你以为我不敢呐？我就是插死你，也没用啊。算了。喂，你不是南海公主吗？你带我去龙宫，找小龙女啊！现在已经不是了。为什么？他们说我串通外人，打劫太子妃，破坏我皇帝的婚事，违背我父王临终时的旨意，拨乱朝纲，大逆不道，决定废除我公主的身份，以后不得再踏入龙宫半步了。哥哥，你不用替我难过。当初我决定找你帮我抢新娘的时候，就已经准备有这么一天了。人呐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有选择的，反正我不后悔。你抢走小龙女是想破坏你弟弟的婚礼啊？不过说真的，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新娘就是你老婆。哦，对了，东海三公主怎么会是你老婆啊？这是个很长的故事啊。哎，话说回来，那你为什么要破坏你弟弟的婚事呢？要说就要从我弟弟9岁那一年说起。我娘死得早，我是家里的老大，从小除了协助我父王处理朝政大事，打理南海上上下下的起居生活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照顾好我们家9代单传的龙太子弟弟。嘿，杜公主啊，自从龙后死了之后，龙王都不管事儿了，幸亏有你在呀，不然咱们南海早就完了。你不要这么说嘛，应该的。太子呢？在花园里玩呢。有人陪着他玩吗？当然，春凤和秋凤一直陪着他呢。好玩，好玩！这边呢？在这儿呢？在哪呀？哎，过来呀！怎么样了？太子受伤了，咱们去找御医吧。春凤、秋凤啊，你们是不是活腻了？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，要小心看好太子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太酷了！哎呀，皇帝，地上的东西很脏的，不能乱捡。还不快去找御医啊！没用的丫头，少看一眼都不行，快点去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皇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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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雨衣啊，你是说太子没救了，命是保住了，可是龙王，我看您还是尽快换个王位继承人吧。太子，
你是故意的，为了夺取王位，加害你皇帝。没有父王，我没有加害皇帝，我没有。从那以后，所有人都认为那次事故是我故意造成的，都不再搭理我了。那么你皇帝现在怎么样了？我皇帝，我皇帝啊，你别激动。皇帝，对不起呀，姐姐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难道你皇帝死了吗？没死，他没死，没死，他没死。不过，说一半不说一半，弄得我心痒痒的。可是他现在情绪这么激动，哪好意思问呢？他老弟不就是小龙女现在要嫁的老公吗？到底咋了？你哭吧，你哭吧啊，哭吧啊，尽情的哭吧，哭出来就会好一点了，哭吧。喂，节哀顺变。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们一直陪着你，太子妃，请更衣。不用不用，我不穿你那个衣服。太子妃，请息怒。宫里的规矩，太子妃的衣食住行都由我们来管，哪怕是换双袜子，也不能让您自己动手。慢慢就习惯，习惯了就好了。可是我不习惯嘛。行了行了，拿我自己的衣服出来。崔公主说你的衣服太寒酸了，全都扔了。扔了？扔到哪儿了？太子妃，找到了，找到了就好。不是，还有我的宝宝啊！宝宝？你孩子都有了？是我的宝宝，不是我生的，是我娘。哎呀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你快点帮我找嘛！啊，这个太子妃也真是的，怎么会把宝宝放到包袱里？万一死了，这事可就大了。一旦怪罪于我，我就……还是快找吧。太子妃，找到了。哎呀，宝宝啊，你回来了，你没事就好。太子妃，哎呦，太子妃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都急死我了。太子想见你。龙太子想见我？啊？哼，好啊，我也迫不及待了。丞相，龙太子呢？刚才还在这儿呢，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什么事啊？哦，二位公主，是这样，刚才太子说要见太子妃，我把人找来了，可他不见了。傻呀，你傻呀？啊，不是我。哎呦，真是，你过来。啊，你傻呀？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让他们见面呢？可太子要见，我能不让啊？当然不让见了。你说，这万一见了之后，太子妃不嫁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罪名我们可担不起呀。一切等婚礼之后再说。好。哎呀，又是那个小屁孩，昨晚那样戏弄我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跑哪儿去了？我就不信找不到你。看他这身装束，估计就是龙太子。你也喜欢布娃娃？
还好吧？不用不好意思，我也有一个啊。这么大的人还玩玩偶，应该不会坏到哪儿去。没准这次咱们东海有救了。过来坐啊。啊？来啊。可不可以让我看看？报告主任，这就是东海三公主，婚礼如期举行。那就按原定计划进行。这布娃娃的做工真精巧啊！这是我3岁的时候母后送给我的。怎么，你母后还在人世啊？堂堂龙太子，说话怎么这么冒失？当然了，而且啊，她保养得很好的。我的母后年纪轻轻的就死掉了，年轻不等于就不会死啊。对不起啊。你干嘛要说对不起啊？又不是你害死我母后的。跟她说话真费劲儿，明明就是一句安慰人的话嘛，怎么能理解成这样？哦，听说你今天晚上要嫁给我啊？好像是吧。那你爱不爱我？你脸红了，你好像什么呢？好像，是啊，像个红烧猪头。真没见过这么失礼的太子。你们在聊些什么呢？太子妃，没想到你连这点礼仪都不懂吗？以后啊，可真得好好学学了。什么礼仪啊？你说。对，新人在大婚之前是不能够见面的。春凤、秋凤，马上带太子妃回去。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是。进去就进去呗，反正我也懒得跟你们聊。过了今晚，有你们好看。我们还没有聊完呢。哎呀，聊什么聊啊？等到今天晚上你们完房之后，有1辈子时间跟你聊呢。啊，乖，咱们回去啊。走啦，回去啦，乖啊。走吧。好点了吗？到底你皇帝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皇帝呀，姐对不起你。我真的很怕女人哭啊！我求你了，不要再哭了，好不好啊？不行啊，我一想到我皇帝就伤心。要不是我，他今天一定不会落到这个地步。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求求你不要再哭了！你要再哭的话，我就不带你玩了啊！我哪里都不想去，我死了算了。哎呀，我本来说带你去普京赌钱的。你说什么？去赌钱啊，去普京啊。不过你不可以再哭了。好啊好啊，普京不是关门了吗？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还不走啊？这招还真灵啊！我都说过了，这里肯定没有开门。人家不开，咱们不会自己开吗？开什么？你不就想赌吗？关键是看你有没有本钱。有，我离开宫里的时候，丞相偷偷给我的。哇，那我们还等什么呢？各位乡亲父老、诸伯兄弟，小弟帅哥跟大家拜个年啦！来吧，来玩玩，玩一下啊！来玩玩。
啊？怎么玩啊？买大小嘛。好，玩吧。哎，很简单的，来玩啊！啊，新春来了啊！新春最适合干什么呢？赌钱嘛！大家都过来试试手气啊！来玩！我来赌。很有钱。好啊！没关系，再来。你好眼力，好眼力啊！再来呀，再来呀，再来呀！牙大，又赢了，又赢了！再来，怕了吧？你好，又赢了！赢了！再来啊！又赢了！今天手气太好了！来！我要开了！哎呀，保佑！不要再输了，不要再输了！我真的要开了！观音菩萨、老天爷、玉皇大帝，求求你们一定要让我赢这一局，要不我就死定了！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了！是不是？快点！打！又赢了！手气这么好，赢了这么多！哈！不用找了，你已经输光了，收摊吧。不行，我输了你487局，下一局肯定是我赢。我有个主意，你再跟我赌一局，敢不敢？什么主意啊？快说！赌你呀！我？赌他？对呀，我现在有这么多钱，我就缺个老婆。你要是输了，就给我回家当老婆啊？怎么样？喂，那你要输了怎么办啊？我要是输了，我赌命，我任凭你们俩处置。好，我去跟你赌，我买小。那我压大。喂，你干什么？摇啊！你输了可真是要嫁给他的，你输得起吗？有赌未必输，输了再说啊！来呀！现在的赌局才过瘾呢，惊心动魄呀！真赌？这里都没有。有没有听过欺债夫还呢？娶我吧！你有病啊！你是谁啊？欺债夫还，怎么证明她是你老婆啊？
他怎么能证明？你问他。他是我老公，我是他老婆。啊？你不是黄花大闺女了？谁要啊？喂，你别走啊！喂，回来呀！那两个公主那么厉害，经常眉来眼去，当中一定有什么阴谋，所以才无时无刻的派人盯着我。那个太子看起来太不正常了，不行，此地不宜久留，现在就得赶紧下手，拿到天一神水就马上离开，先去找朱哥哥解释清楚，完了就回东海。就这么定了。太子妃，你看看这衣服多漂亮啊！哎呀，我有点累了，你们先出去一会儿，我想休息一下。行，秋凤，你就多陪太子妃一会儿吧。是，不用了。太子妃，以后你的衣食住行都由我们来照顾，你要习惯，习惯了就好了。你干嘛啊？不这样我们怎么脱身啊？脱身？你想不想看我们南海的宝物啊？走吧。哎呀，好烦呐！你都几岁的人了，怎么脚上还拴着铃铛？不怕人家笑话你啊？我也不想。自从9岁那年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之后，我就出什么意外啊？摔坏了脑子。脑子？你脑子有问题啊？是啊，所以他们都怕我再出事，不敢跟我玩。哎呀，可是我看着你，还算五官端正。哎，是啊，我根本就没事，可他们偏要这么想，我能怎么样？哼！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我叫小龙女。小龙女，很好听啊。哎，那你呢？他们要不就叫我太子，或者就叫我当当。你没名字啊？有吧，只是他们没有告诉过我。啊，竟然有这样的事啊！哎，看来你们当太子的也不是像别人想的那么幸福。哎，不过以后有你陪着我，我就幸福多了。陪你？是啊，听说我们今晚就要成婚了，不是吗？对不起啊，太子，我是不会陪着你的。不过现在不是跟你说实话的时候，我要赶紧找到天一神水。对了，你不是说带我看你们家的宝物吗？宝物呢？哦，就快到了，在前面。我们家有个藏宝阁，包罗万象，保证你大开眼界。走。你好像在找什么？没有啊，这里宝物这么多，看得我眼花缭乱的。哦，是吗？我经常来，已经看得麻木了。啊，龙太子，我听说你们南海有一件举世无双的宝物，天一神水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在这里吗？哦，不在这里。这里不是藏宝阁吗？怎么没放在这儿啊？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这天一神水是玉皇大帝赐给我父王，应付不时之需的。治疗泉眼的吗？你怎么会知道？实不相瞒，龙太子其实……
我这次答应嫁到你们南海来，是因为我们家的泉眼坏了，我要用天一神水治好它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上上下下数以万计的百姓就都灭绝了。你能不能帮我？原来是这样，求求你了，龙太子，只有你可以帮我了。泉眼坏了，确实是件大事。好了，小龙女，我会尽力帮你的。谢谢你啊！不用谢。里面怎么有人啊？刚才明明有声音，怎么没人了？他在干嘛啊？怎么突然变得怪怪的？猪哥哥在那么多人面前说我是他老婆，难道他已经放弃了三公主？我靠！你看他的笑容，好像有什么阴谋啊！我都走投无路了，干脆接受猪哥哥，重建未来的生活。脸红了，他脑子到底在想什么？肯定是刚才我认他做老婆，他当真了。不过我只是替他解围嘛。猪哥哥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饿了吗？要不我们找点吃的？声音都变调了。糟了，果然被我猜中了，这下怎么摆平啊？我不饿。我看要不然的话，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你家就在附近是吗？猪哥哥。哎，那个，哇，这个不是小龙女吗？哥，朱相公，朱相公，朱相公！哎呀，朱相公，朱相公，你没死啊，朱相公！我当然没死了。喂，村长，这里怎么会有这么一尊雕像啊？是小龙女啊！朱相公啊，朱大嫂为我们全村壮烈牺牲了，她消灭了年兽，让我们全村人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她是我们的大恩人呐！是啊，是我们大恩人啊！我们给她塑造这个雕像。朱相公，你也有。他手里的那一个是不是就是我啊？朱相公，朱大嫂的贡献确实比你大一些。这无所谓啊。不过我告诉你啊，他真的没死啊！不信我马上找他回来啊！朱相公，朱相公，你还没有从你媳妇死去的阴影里面解脱出来啊！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他真的没死吗？你们怎么不相信呢？这位是？我是他老婆。喂，你说什么？他不是啊，他不是啊，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？刚才情况不一样啊，大家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。朱相公，朱大嫂死了没多久，尸骨未寒，你怎么能再娶呢？你先听我说啊！你这个没良心的！朱大嫂，你太可怜了，朱大嫂，你。大家冷静，大家静一静，大家冷静一下。可怜呀，太可怜了。我们不应该责备朱相公。朱相公他也是个男人嘛，我们男人的需求，你们女人永远是无法理解的。我相信，朱大嫂她为人豁达，她在天之灵也一定会同意朱相公这样。喂，你别误会，你别误会。我告诉你啊，这辈子我只爱小龙女一个人，就算她死了，我也不会再娶第二个女人的。不过说真的，小龙女真的没死啊！如果你们都不相信的话，我现在就去找她。看来在猪哥哥心里，只有三公主一个人。你这个死男孩，我就不信斗不过你！你这死男孩，臭男孩，你是阻挡不了我的决心的。最好现在就让我进去，不然我一定让你们好看。快让我进去啊！让我进去！猪哥哥，送你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进入南海的通行证，婚礼就要开始了，赶紧去吧。那你呢？本来我打算以后不再回龙宫了，现在不这么想了。我跟你一起去南海龙宫，然后带我皇帝出来，哪怕走到天涯海角，都要治好他的病，让他重获新生。他病了吗？都是我害的。喂，你别哭啊！我们一起进去，我救小龙女，你救你弟弟，一人救一个。走。
我会游泳了！只有这样才能瞒天过海吗？